雲林縣為新學期開始，縣內187間國中小將會全面啟用智慧校園親師生平台3.0版的 App， 將會改善到學校的管理啦、健康照護等等功能，網絡請假以及記錄的查詢等等功能嘛會加速。透過教育智慧科技化，和家長以及師生溝通的平台更加順利。為112年度頭一學期開始，智慧校園的推動，會為722間學校擴大到187間國中小專館使用。3年的時間呢，我們雲林縣的資訊教育已經到了3.0。在這裡，我想身為民意代表，要特別感謝雲林縣政府。雲林縣智慧校園平台3.0 App， 這個 App 會有健康照護功能，有網絡請假和記錄查詢的功能，將資料放在網絡頂，學生老師辦公讀冊變個真利便。去看到學生，比方說他的基本資料、他的成績單、他的學習的一個狀態。期待智慧校園的平台3.0推動，會當真做是家長和老師學生的最佳溝通平台。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動態，趕快訂閱華視YouTube頻道。